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少女乾坤，我係賢沛師傅。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係賢沛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喺進入正題之前，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及時調整你自己，趨吉避凶嘅。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屬馬嘅朋友，甲午月你哋會迎嚟一場能量嘅極致風暴。上個月嘅平穩只係假象，今個月能量場就會由溫水一下子沸騰起身啦。甲午月帶住55字形嘅能量加倍而嚟，仲要同流年嘅午火疊加，形成強力嘅雙重字形嘅格局。咁就好似你內心有兩個自己正在激烈交戰，自我懷疑啦、焦躁同埋固執，全部都會無限放大，情緒穩定性面臨全年最嚴峻嘅考驗。呢股自形嘅內耗力量就係今個月嘅核心主題啦。接落嚟就等賢沛師傅同大家深入拆解，喺呢股強大嘅能量下邊，屬馬嘅朋友應該係點樣穩住陣腳，平安度過呢個充滿挑戰嘅月份。第一，事業同學業由按部就班到內耗空轉。首先講講事業同學業嘅，上個月平穩推進嘅狀態，今個月就會俾徹底打亂晒啦。雙重字形意味住你最大嘅敵人唔係嚟自於外部，而係你內心嘅矛盾。呢股力量咧會搞到你跌入極度自我懷疑同埋過度嘅完美主義。例如為咗個方案反覆修改，但係始終都係唔滿意，搞到效率嚴重低下。又或者因為設定咗唔切實際嘅高標準，搞到個人攰到咩咁。呢種內心嘅糾結好容易投射到外部，搞到你變到死牛一邊頸，唔聽同事或者阿頭嘅建議，引發團隊嘅摩擦。對於學生嚟講，巨大嘅學業焦慮同埋盲目攀比，會搞到你越想證明自己，反而越無法集中精神。今個月嘅策略係自我和解，記住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嘅，千祈唔好喺今個月做跳槽、創業嗰啲重大嘅決策，守成先係上策。不過呢，唔同五行嘅屬馬朋友，事業運就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啦。比如身強嘅水馬，今個月財官強旺，係謀求晉升、擴大職場影響力嘅絕佳時機。但係身強嘅土馬就係印比為忌，反而會跌入死牛一邊頸、停滯不前嘅困境，錯失良機。想知道你係升官嗰類定係內耗嗰類？點一點評論區嘅 link， 睇下你自己係邊一種。第二，財富運勢由平穩理財到衝動破財。喺財運方面，今個月嘅雙重字形嘅出現，代表住你嘅財富會面臨住因為情緒化搞到嘅高風險。字形喺呢度代表係因為錯誤判斷、衝動同埋唔服輸而導致財務嘅損失。你可能會發現自己嘅消費慾望高漲到不得了，好容易會靠報復性嘅消費嚟宣泄內心嘅壓力。更加危險嘅係投資理財方面，你嘅判斷力會嚴重下滑，可能因為會求財心切啦，或者係會想回本，做出追漲殺跌、聽信小道消息，最終損失慘重。呢種財運問題嘅根源就係來自於你內心嘅急功近利同埋唔服輸。所以今個月嘅理財策略係絕對防守，嚴格管住消費慾望，遠離任何高風險嘅投資，將資金放埋喺最安全嘅地方。不過呢，唔係個個屬馬嘅朋友都係咁嘅。身強嘅木馬迎嚟食傷生財嘅黃金格局，財運亨通，係今個月最靚仔嘅維度。但係身弱嘅水馬就面臨住財煞交加嘅風險啦，睇落好多機會，其實全部都係陷阱，好容易因為意外而大額破財。想知道你嘅破財陷阱喺邊度？點一點評論區嘅置頂評論，可以睇一睇你屬於邊一種。第三，感情運勢由相安無事到情緒風暴。講到感情呢 part，
上個月嘅平靜，今個月就會俾一場深刻嘅情緒風暴取代晒。雙重自刑嘅能量會搞到你同伴侶都變得好敏感、固執同埋容易嬲，一件好小嘅事都可能無限放大，引發激烈嘅嘈交。嘈交嘅根源唔係件事本身，而係兩個人嘅內心積壓嘅壓力同埋唔安全感，需要一個宣泄口。對於單身嘅朋友嚟講，呢股能量會搞到你周身有生人勿近嘅氣場，強烈嘅自我懷疑會搞到你只碰到中意嘅對象都好容易因為過度解讀而錯失良機，甚至吸引到同樣充滿呢啲負能量嘅爛桃花。今個月嘅感情功課係學識辨識同管理自己嘅情緒，快要嘈交嗰陣先深呼吸，俾兩個人多啲空間。單身嘅朋友就應該將焦點放返喺自己身上，唔好急住去追。但係對於某啲五行嘅屬馬朋友嚟講，情況就啱啱相反啦。身強嘅水馬財官雙美，男性係結婚添丁嘅好時機，女性都好容易碰到穩重可靠嘅對象。但係對於身弱嘅水馬嚟講，就會因為財生煞，感情會帶來巨大嘅精神壓力，甚至會吸引到帶嚟麻煩嘅爛桃花。想知道你嘅桃花係正緣定係爛桃花？點一點評論區嘅置頂鏈接，睇睇你係邊一種。第四，健康運勢由尚算穩定到心火燎原。入咗甲午月，你一定要高度警惕嗰啲因為情緒而起嘅心火。五係極盛之火，對應心臟、心血管同埋神經系統。雙重自刑等於火上澆油，會等相關嘅系統嘅壓力急劇增加。你可能會明顯感覺到心慌慌、胸悶、血壓唔穩嗰啲問題。更核心嘅係精神層面，自刑主導焦慮、抑鬱同埋失眠，夜晚黑諗好多嘢，搞到白天冇晒精神，形成惡性循環。呢種巨大嘅精神內耗會削弱你嘅免疫力，搞到口腔潰瘍啦、皮膚敏感啦嗰啲咁樣嘅問題。另外，刑都帶有受傷嘅意象嘅，因為心水不寧啦，發生意外、碰撞、辣親嘅風險都會增加嘅。今個月養生核心係清心降火，飲食清淡啲，作息規律啲，靠溫和嘅運動嚟舒緩你嘅壓力。當然啦，呢個唔係絕對嘅，身弱嘅土馬今個月就得到印比相助，能量回歸，反而係療養身體、精力充電嘅絕佳時機。但係身弱嘅水馬就喺健康方面亮起紅燈啦，財官夾擊，能量咧俾人極度消耗，一定要注意泌尿系統同埋心血管嘅問題。想唔想知你嘅健康問題會喺邊度呢？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睇睇你係邊一種。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但係賢佩老師要提醒你，同樣嘅一個生肖金、木、水、火、土嘅運勢咧，完全唔同嘅。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你屬於邊一種呢？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填寫你嘅生日，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希望對你有幫助啦。我係賢佩師傅，我哋下一期再見。